诗篇30，耶和华啊，求你应允我，连续我。耶和华啊，求你帮助我。你将我的哀哭变为跳舞，将我的麻衣脱去，给我披上喜乐，好叫我的灵歌颂你，并不住声。耶和华我的神啊，我要称谢你，直到永远。好，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哦！不管是今天在大堂里面的，或是在家里的弟兄姐妹，都愿你们在风雨当中有平安。那今天我们的赞美诗会唱2首歌哦，一首歌是再次将我更新，那另外一首是我美好救主。希望大家不管在什么样的处境里面，不管是内心中的风雨，或是现实世界当中的风雨，因为有主与我们同在，我们的灵时时都能够得到更新。而我们不管在什么样的境地里面，在哀哭当中，我们都能够因为主而得到祝福。好，那请各位弟兄姐妹跟我们一起唱诗哦。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起立好了，好吧？好。主，我再次到你跟前，焦点我想你的爱，世上一切都属虚幻，唯有你永远真实。破碎的梦，荣耀冠冕，全摆在你宝座前。用我泪水来洗你的脚，为你能洗我心灵。主，我要敬拜称谢你，你是道路真理生命。每当我回转归向你，你再次将我更新。主，我再次到你跟前，焦点我想你的爱，世上一切都属虚幻，唯有你永远真实。破碎的梦，荣耀冠冕，全摆在你宝座前。用我泪水来洗你的脚，为你能洗我心灵。主，我要敬拜称谢你，你是道路真理生命。每当我回转归向你，你再次将我更新。人算什么？你竟眷顾，
力添加降生成时，流泪舍身，为将我赎回，永远归你所爱。主，我要敬拜，称谢你，你是道路、真理、生命。每当我回转归向你，你再次将我更新。每当我回转归向你，你再次将我更新。回想那一刻，曾被爱抱紧，一路有主的旅行，无数破碎伤痕，有你抚平，赐我新生命，心灵的安宁。在世人眼中，我胆怯战兢，你话语赐我信心。当我抬起头，你不离弃我，紧紧抱住接纳我，我美好救主阿爸父，带我脱离黑暗深谷，在你眼中远胜过珍珠，天赋的爱我无法细数，我不再畏惧高山低谷，因你同行，在一路上保护，唯有你能使爱哭变祝福，永远信靠我救主。回想那一刻，曾被爱抱紧，一路有主的旅行，无数破碎伤痕，有你抚平，赐我新生命，心灵的安宁。在世人眼中，我胆怯战兢，你话语赐我信心。当我抬起头，你不离弃我，紧紧抱住接纳我，我美好救主阿爸父，带我脱离黑暗深谷，在你眼中远胜过珍珠，天赋的爱我无法细数，
我不再畏惧高山低谷，因你同行，在一路上保护，唯有你能使破碎变祝福，永远信靠我救主，我美好救主，阿爸父，在我脱离黑暗深谷，在你眼中远胜过珍珠，天赋的爱我无法细数，我不再畏惧高山低谷，因你同行，在一路上保护，唯有你能使爱哭变祝福，永远信靠我救主，唯有你能使爱哭变祝福，永远信靠我救主，永远信靠我救主。现在让我们一起低头来对天父祷告。亲爱的天父，孩子感谢你，孩子感谢你能够让我们现在都还能够平安的，不管在教会里，不管是在家中，都能够这样安静的与你同在，能够这样喜悦的敬拜你。天父啊，在这一段时间，我们每个人都经历了各种各样的事情，不管是喜悦的，不管是哀伤的。天父，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有你同在。天父，孩子要请求你，特别于那一些悲伤的、困惑的，还不知道应该怎么样面对眼前处境的弟兄姐妹，孩子要请求你亲自来安慰他们，孩子要请求你与他们同在。有许多事情，当我们遇到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它为什么发生了，我们也不知道前方的路在哪里。但天父啊，孩子知道，因为你在那里，因为有你在那里，我们知道，尽管是现在看起来是哀哭的，它都会成为你将要给我们的祝福。天父啊，孩子请求你，无论在什么样的时刻里面，你都用你的光来照着我们。孩子请求你用你的温暖拥抱着我们。孩子请求你，在我们每一个人将要坠落的时候，请你轻轻柔柔的接住我们。亲爱的天父，孩子感谢你，因为有你同在，我们的人生的路并不孤寂，因为有你。孩子这样感谢的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来，各位弟兄姐妹请坐。好，那接下来是我们的读经时间哦。今天我们要读的是路加福音的第17章1到19节。好，那不管是在大堂的现场或在家中的弟兄姐妹，欢迎跟我们一起来读哦。来，第1节，耶稣又对门徒说：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的人有祸了。就是把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丢在海里，还强如他把这小子里的一个绊倒了。你们要谨慎，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就劝诫他；他若懊悔，就饶恕他。倘若他一天7次得罪你，又7次回转，说我懊悔了，你总要饶恕他。使徒对主说：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主说：如果你们
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棵桑树说：你们要拔起根来，栽在海里，它也必听从你们。你们谁有仆人耕地或是放羊，从田里回来，就对他说：你快坐下来吃饭呢？岂不对他说：你给我预备晚饭，束上带子，伺候我，等我吃喝完了，你才可以吃喝吗？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主人还谢谢他吗？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进入一个村子，有10个长大麻风的迎面而来，远远的站前，高声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内中有一个见自己已经好了，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与上帝，又俯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这人是撒玛利亚人。耶稣说：洁净的不是10个人吗？那9个在哪里呢？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荣耀与上帝吗？就对那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了。好，那我们现在请4号牧师来为我们证道，题目是像一粒芥菜种。声音有一点小声哈。哦，可以了。好，哇，真的是很高兴可以看到你们呢，3个月不见，对不对？你们相不相信我很想念你们？不相信。很高兴看到，只是刚好又碰到台风哦，真的是很可惜。等一下回去要注意安全哦。好，那我们要来进入今天的经文是路加福音17章的第1节到第19节。好，那在进入经文之前，我们先同心祷告。阿爸父神，我们谢谢你，不论我们是很幸运的坐在一起来敬拜你，还是我们透过网络上直播来敬拜你，都是满满你的恩典。在这样疫情的威胁下面谢谢你仍然保护保守我们。我们现在要来亲近你的话语，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你亲自的指教我们教导我们，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也让我们看清楚我们的境况，更赏赐能力给我们。如果我们能够明白什么，就让我们将所明白的行出来，成为生命的一部分。谢谢你的恩典与我们同在，我们把以下的时间都交托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这一段经文其实有点讨厌，因为大部分的释经书都说这可能只是犹太人的一种文学的习惯，叫做串珠把一些好的教导就串在一起然后他们之间其实不见得有什么关联可是我读了好几次，我发现他们并不是没有关联他们并不像，对不起，他们并不像他们就是说一般释经书讲的那么没有关联我觉得至少有一个很重要的共同点，就是不管你认为它是3段还是4段还是2段教导这里有个共同点，就是他们在这个经文在陈述一个生命的特质是一种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他要学习的，或是说他要去操练的生命的特质在讲什么？先来看第一个绊倒人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基督徒群体在讲绊倒这个字讲得很灵异你说绊倒人是什么意思？来回应我一下。当我们在说绊倒人是什么意思？害他做坏事，所以他的样子是像这样，对不对？脚伸出去怎么样？绊倒人，对不对？
所以然后我们就这段经文很熟，这别的地方也有提到，我们绊倒人的很惨对不对？可是我们都一直没有去思考他那个绊倒人的前面那一句话，他说绊倒人的事是什么？免不了的。所以他意思是说，这种事是免不了的吗？这种事免得了免不了？这可以避免的嘛，是吧？所以你要基督徒要重新去看绊倒人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信仰群体在讲的绊倒，不是耶稣讲的绊倒啦。耶稣说绊倒人是免不了，表示这是无心的，这是没有注意到而发生的，就被你绊倒了。他不是故意去害你跌倒，或是故意去引诱你，不是，就是你就是绊倒了。那这样子的这个教导很严厉哦。他说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哦，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我没有要绊倒你啊，你自己就在我旁边就绊倒啦，那这样我有祸了。耶稣说你的祸是多大的祸？他说人若把这些小子中的一个绊倒，还不如这个情况的严重性还不会比那个磨石拴在他颈项上把他丢到海里。他说你绊倒一个人的严重性比你被磨石拴在颈上丢在海里还严重。你要知道，你如果脖子被拴一个磨石然后丢在海里，那什么状况？那跟你会不会游泳没有关系你死定了那你说我又不是故意的，我只是他在我旁边绊倒了，我连脚都没有出去啊，他就是绊倒了，哪有那么严重？所以你知道这个教导在教导什么？这教导在教导什么？这教导在教导不见了。这一段经文在教导什么？怎么那么快？你对你周遭的弟兄姐妹是有责任的。You hold the responsibility， 你是有责任的。就是说他的跌倒是跟你息息相关的，即便你不是那个原因，或是说即便你是那个原因，可是你并不是故意的，你并没有恶意，你并没有存心让他跌倒，你仍然跟他的跌倒是息息相关的，你是要负责任的。就是说你得要看好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这是这段经文的目的。他讲了绊倒这种事情是避免不了的，就是会发生，可是你得谨慎啊。如果是你周遭的弟兄姐妹绊倒，你是要负那个责任的。所以那如果照这样讲的话，你得怎么样？你得怎么样？你得耳听四方，不对，你得眼观四方，耳听什么？八方你得很仔细注意我的弟兄姐妹有没有怎么了他怎么最近好像少吃一碗饭？他怎么常常都应该看到他怎么最近不见了？甚至于你发现他怎么好像有点怪怪的？这个都会变成是你的责任你得要看紧你的弟兄姐妹，他们的跌倒会变成是你的责任，不管你有没有把你的脚伸出去耶稣居然讲这样子的很可怕的教导。这种教导被有一些学者认为说它是一种所谓的 surprising reversal 就是一种完全意料之外的逆转，就是你原本不会有这种想法的，居然讲出这种奇怪的教导。就是你已经告诉人家了，你已经告诉我了，绊倒的事是免不了的，是一定会发生的，你却又把别人被绊倒的责任这么深重的加在我身上，有没有搞错啊？好，我们继续读下去才知道耶稣有没有搞错。他为什么绊倒人这个东西可以马上连接到什么？你知道他就直接连接到什么？你们要谨慎，若是你的弟兄犯罪，就劝诫他。OK， 你周遭的弟兄姐妹他犯罪了，
这是你的责任，你要干嘛？劝诫他。好，那如果他懊悔，就什么？饶恕。一样的概念呢，他犯错了，你要劝诫他，这是你的 responsibility， 这是你的责任哦，你的 response， 你的回应。有人犯罪，你的回应就是劝诫他，这是你的责任。那有人，你的弟兄姐妹懊悔了，一样，你的回应，你的 response 不是 response 而已，是你的 responsibility。你有人懊悔了，你的责任就是什么？饶恕他。头壳坏掉了，我们是这样子的吗？然后更可恶的是，更过分的是，就算他得罪你7次，而且不是得罪你7次，是一天。就算他一天得罪你7次，然后7次回头跟你讲说我懊悔了，你要知道这个翻译是很厉害的，他不是翻译成我悔改了，他是说我懊悔了。虽然这个字它意思是在希腊文的意思是通用的，他选择，你知道他为什么选择写说我懊悔了，而不是说，你知道在英文就很又没得选，英文就 repent 好 repentance， 那个你要把它翻译成悔改跟或是后悔都可以。可是这里的经文选择把它翻成我懊悔，你知道为什么吗？他为什么不是翻译成我悔改了？这个在汉字是不一样的概念，对不对？汉字的后悔、懊悔跟悔改是不一样嘛？你知道为什么选我懊悔了？他为什么不是选我悔改了？因为他一天7次，他一天7次，我们会认为他悔改了吗？所以他翻成我懊悔了，我觉得他翻得非常细腻。好，他说我懊悔了，就算他一天7次，然后跑过来7次跟你说我懊悔了，他说你还是得怎么样？意思说你还是得什么？饶恕他。听到这里还想不想当基督徒？你们都不回我不理我是怎样？听到这里还想不想当基督徒啦？我宁愿当那个跌倒的好不好？我宁愿当那个一天得罪人家7次的好不好？对。那怎么搞错啊？耶稣基督，你们搞错啊！你怎么会做这种教导啊？就是因为这个教导太离谱了，才会有第5节嘛。我忘了按，才会有第5节，你知道吗？太离谱了，这需要很大的信心才做得到嘛，是不是？奇怪，施浩牧师为什么不说这需要很大的爱心？为什么说这是需要很大的信心？弟兄姐妹，你要跳过去，你要跟着跳过去。耶稣说你要饶恕他，这跟爱心有关系吧？是吧？为什么变成是信心呢？因为他们是求，他说请什么？对不起，请加增我们的什么？我们的信心，他不是说请加增我们的爱心，那你刚刚跟我讲饶恕，怎么会变信心去了？你要饶恕他，不是很有爱心才可以饶恕他吗？现在怎么变信心？弟兄姐妹，你们是3个月不见都不理我，来回答我啊！为什么是信心，不是讲爱心？我常常讲这件事情记不记得在哥林多前书13章，保罗讲什么？他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最大的是什么？信是什么？最大的是什么？爱耶！保罗说最大的是爱耶，是不是？没错吧？要不要再看一下？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然后其中最大的是什么？爱嘛，对不对？所以保罗说最大的是爱。你知道陈思豪牧师说最大的是信。你说陈思豪你什么东啊？你什么东西啊？你讲跟保罗不一样，你怎么敢讲？请你回去看哥林多前书13章的那个场景，那个情境，保罗其实在讲的是有末世的概念，在讲信望爱。因为保罗在那一段经文里面有提到什么？他说我们常常都不明啊，就是看不清楚啊。要到什么时候我们一切都明白了？到我们跟上主怎么样？跟上帝怎么样？面对面的时候，他说我们如今好像是照着镜子看嘛，都是不明。我那个
和合本怎么翻的忘了，知道我在讲哪里？保罗意思说，我们照着镜子，为什么照着星星看会看不清楚？因为那时候是铜镜啊，哥林多这个城市是产铜的镜子的，铜镜再怎么亮，再怎么光滑，还是一样看不清楚。他说，我们现在看很多事情，属灵界的事情、上帝的事情，都看不清楚啦，好像照着镜子看一样。可是当那一天，台语说灯桃对明，那一天呢，我们跟上帝面对面的时候，他说我们一切就清楚了。弟兄姐妹，我问你一件事情，当你都看到了跟上帝面对面的时候，一切都清楚了，你需不需要信心啊？我们讲信心是什么？是指那个未见之事的实底嘛，那个还没有看见的嘛，是不是？就是说，如果你已经都看见了，你都已经清楚了，你还需不需要信心啊？不需要了，弟兄姐妹，就等那一天我们可以跟上帝面对面见面的时候，我们也不需要盼望了吧？是不是啊？你就已经在永恒里面，你要盼望什么啦？盼望是我们现在还在这个时空下面，明明知道已经是属上帝国，可是还在这个时空的辖制下面，我们要有盼望，我们在信心当里面有盼望。信心跟盼望是指这个状态。可是如果我们已经跟上帝面对面了，哪需要信心，哪需要盼望？这一切就已经都明白了嘛。可是需不需要爱？还是要爱啊。所以保罗才会说爱是最大的。对，在这个情况我承认爱是最大。可是如果你回到我们线下，我们现在的处境，你要知道弟兄姐妹，信才是最大的，信才是根本的。你爱不下去，你知道你真的爱不下去了，要爱这种猪头陈思豪，怎么可能爱得下去？爱不下去，可是因着对上帝的信，我可以去实践，所以是信心。所以他们没有求错。天哪，你要我们饶恕他讲懊悔，我就要饶恕。他一天得罪我7次，他一天7次的这样伤害我，然后他7次回来跟我说他懊悔了，我还是要饶恕他。天哪，我怎么可能有这种爱心？他们讲对了，他们说请加增我们的信心啊，我们得要对上帝有很大的信心，我才有可能去实践这样的爱心啊。好，你说还抓那个耶稣的语病好吧，那你就不饶恕他吧。我说的不是耶稣说的。可是你不要忘记了现在耶稣讲的，我刚刚讲的 surprising reversal， 事实上在我们信仰里面讲饶恕不是这样子的在我们信仰里面讲饶恕你问的好了，我等一下才一起回答你，好不好？他们问的是耶稣啊，你有没有搞错啊？要这样子饶恕，得要很大的信心所以求你怎么样加增我们信心吧。你知道耶稣是打脸专家，耶稣真的是打脸专家耶稣打最厉害就打马大的脸你知道在讲什么吗？耶稣我最喜欢我最常讲耶稣最厉害的打脸打马大。耶稣常打脸打彼得打马大都打噼噼啪啪，这里耶稣又打脸。他说天哪，这种事情怎么做得来？你要增加我们信心，我们才做得来啊。耶稣跟他讲什么？耶稣说什么？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棵桑树说，把你要连根拔起，栽在海里，他也会听从你们。弟兄姐妹，耶稣说，如果你们的信心有像芥菜种那样大，就可以把那个桑树用讲的就让它连根拔起，掉到海里面。芥菜种的种子大不大？哟呼，芥菜种的种子大不大啦？芥菜种是巴勒斯坦犹太人生活里面可以找到最小的种子所以耶稣要讲的是，你要听清楚耶稣的意思。耶稣要讲的是，这个需不需要很大的信心？
不需要，你知道吗？就说，门徒听了半天，觉得说，天哪，这什么东西啊？我需要很大的信心才做得到吧？主啊，你加增我们的力的信心啊！啊，你就想象耶稣这样转过头，然后白他一眼，这样，耶稣式的白眼。你跟我求信心哦，你们信心有像芥菜种的种子那么大，就都干得到了。所以耶稣是说，他们的信心连芥菜种的种子怎么样？都不如啊！明明是根本做不到的事情，不是吗？你看我们预贤还问说，如果他不讲，懊悔了，那可不可以？那还要饶恕他吗？这根本是很困难的事情那是怎么回事？你再看下一次第七节就知道耶稣在讲什么。这是个讽刺哈，讲这个是个讽刺啊。耶稣在讲什么？好，就是用一个仆人的比喻，你一定要听懂。我要讲的是这一段经文从第1节到第10节是完全连贯在一起的概念啊。我真的可以去写书了，连在一起的概念，甚至于我跟你透露，连11节到19节那个麻风病人也是一样的概念，也是一样的概念。大部分的释经书都把它们分开了，都在仿佛这些经文是彼此没有关联的，连这里都是一样的概念。你听我解释给你听，这个仆人的比喻是在讲什么？耶稣在讲说，你们当中有人当仆人的，或是是当仆人的，他去耕地或是放羊就是奴隶。你们当中你想一下，你们当中有没有那种耕地的或是放羊的奴隶？他刚刚从田里回来，或是从牧羊回来，然后你这个主人就会跟他说：“来啊，快坐下来吃饭啊！”你有这种情况吗？难道不应该是这个奴隶？难道不应该是你对这个奴隶说什么？回来了，去帮我准备晚饭，束上带子伺候我。等我吃喝完了，你可以吃喝。难道这不是正常的吗？这个奴隶从田里面耕地回来了，然后从放羊回来了，很辛苦，对不对？可是，难道主人要跟奴隶说：“你快坐下来吃饭吧？”是这样子吗？不是吧？照理来说，应该那个奴隶回来了，好吧？那你那个田耕完了来去煮饭给我吃，来服侍我吃饭，我吃完了你才可以吃。耶稣说，这不是常态吗？不应该是这样子吗？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难道主人还要谢谢他吗？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时候，你们还要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该做。你知道耶稣在讲什么吗？你不要说耶稣是那个惯老板，不是，这里都不是在讲这个概念。耶稣在讲说，仆人那个奴隶做这些事情是本分，是应该的，就仿佛基督徒你在实践饶恕，你在顾你的弟兄姐妹不要绊倒，是你的什么本分，是你的职责，你的 responsibility。 你不会觉得你做的这个是了不得的事情，这本来就是什么你应该做的。你要像那个奴隶说讲的一样，我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该做的。好，我现在就要回去回答玉贤他所问的。那如果这个人没有说他懊悔了，难道我要原谅他吗？要饶恕他吗？我刚刚说不用，对不对？还是陈牧师说不用。耶稣会怎么讲你知道吗？当然要饶恕他啦。为什么？我讲过了，世界的饶恕，世界的原谅是怎么玩的？那个高文，你看，现在我都记得他名字了，就是个男生叫高文。高文每次看到我就打我耳光，他每次看我就欺负我，他一见到我就打我耳光。好，他都欺负我，对不对？是不是啊？如果照世界的法则，我们世界的做法，要我原谅高文，有没有条件？什么条件？打回去至少高文要跟我什么
对不起吧，是不是？最少要跟我对不起，我要考虑的，对不对？你跟我对不起了，我看你要给我点赔偿吧，补偿吧。好，我心满意足了，我就说什么，好吧，原谅你，是吧？这很正常吧？可是，在我们的信仰，在讲宽恕不是这样子，在我们的信仰讲的宽恕是高文在向我道歉之前，给我补偿之前，其实我可以从我这个方向做出一个决定，叫做我原谅你。这个决定并不需要有条件的，这个是一种决定，我可以做出一个决定，说高文，我原谅你，不管你是不是补偿我的，跟我认罪，高文我可以原谅你。好，注意，这时候我就走到高文面前，高文，我原谅你，我还没讲完，他又打我耳光，啪！我真的还没讲完，他又啪！请问弟兄姐妹，这时候我原谅高文了没有？你们在怀疑什么啦？我原谅高文了没有啦？原谅啦。哎，可是他现在还一直打我的是什么状况啊？我们的关系还是有状况嘛，对不对？你知道这是什么问题吗？这就是我们包括教会常常在教导宽恕的时候没有教清楚。我们常常把原谅跟宽恕当作一个目的去教导，不对，宽恕不是目的。我们宽恕一个人是有目的的，是为了要达到一个目的。我们原谅或是宽恕一个人是要达到什么目的？弟兄姐妹，我们原谅宽恕一个伤害我们的人，我们是要达到什么目的？你知道吗？你知道心理学怎么讲？心理学说，我们要达到一个目的，就是让我们自己从那个苦毒里面怎么样挣脱出来。我原谅他了，就不再被他束缚了。哎，你们没听过吗？有没有听过？我没有说不对哈，我没有说不对，我只是说基督教信仰跟这个讲法不一样。基督教信仰认为，我们原谅一个人、宽恕一个人的目的，是为了要达到跟他和好，和好才是目的，宽恕是一个过程，是你该做的一个手段，和好才是你宽恕的目的。听清楚，我们常常把宽恕当作是宽恕的目的，这是会出问题的。宽恕不是目的，和好才是目的。所以我现在去告诉高文说，高文，我原谅你，又被他打。其实我宽恕他了，可是我们两个和好了没有？没有，我们两个和好是因为我不宽恕吗？有，我宽恕啦。可是我宽恕了，为什么没有和好？因为宽恕是可以单向进行，和好却是得什么？双向进行。所以我的这边是宽恕，那高文那边是什么？高文得怎么样，我们两个才会和好？哟呼，这个问题没有陷阱，请你们放心回答。我宽恕高文，然后高文要怎么样，我们两个才会和好？对，他想跟我和好，他要做什么事啊？对，他就不能再动手打我了嘛？什么？有点很矫情，他不再伤害我了，就是说我的决定是原谅他，他的决定是不再伤害我了。那这种本来在做，现在决定不做，你知道这个在我们基督教的术语是什么？我本来有做一件坏事，我现在决定不再做了，这个我们的术语是什么？悔改啊，这就是 repent， 就是刚刚讲了，我懊悔了，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从我们的信仰来看，对方根本还不用悔改之前，你就可以做出决定要干嘛？宽恕他了，何况他已经告诉你他怎么样？我懊悔了，我悔改了，你当然得宽恕他了。这种当然就是
就好像那个仆人说：“我是个无用的仆人，所做是应该做的。凭什么我应该要原谅他？弟兄姐妹，凭什么？因为上帝就是这样原谅我们的。在我们所有人没有任何反应或是回应，或是有动作要跟上帝道歉之前，上帝已经让耶稣基督的宝血把我们的罪都怎么样？洗清了。包括基督徒跟非基督徒，我们在上帝面前已经被上帝原谅了。我刚才讲的是所有人，弟兄姐妹，你要听清楚，所有的人在上帝面前已经没有罪的问题了。罪已经被谁解决了？被耶稣解决了，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洗清了。所以上帝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看我们所有的人都已经是没有罪的人了。可是我还要再问一句，那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已经跟上帝和好了？没有罪不就和好了吗？和好了没？你们要回去想想我跟高文啊，我已经原谅高文了，对不对？然后我跟高文说，高文我冤，我还没有讲完，他就怎么样？他要打我了。耶稣是打脸专家，弟兄姐妹，我们也都是打上帝脸的专家，你知道吗？上帝已经原谅我们所有的人的罪了。可是如果我们不悔改，我们不悔改的人就是没跟上帝和好，这样有讲清楚吗？我们讲清楚，不愿意悔改的人就是没有跟上帝和好的人。可是你就算不愿意悔改，你的罪其实也已经怎么样？被上帝解决了。可是只是差在你并没有跟上帝和好。讲的好像很没有关系的样子，没有跟上帝和好就没有连结了。我有没有讲清楚？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回去看耶稣讲的宽恕，天哪！照耶稣原本的教导是，就算他没有跟你道歉，你都要怎么样？原谅他了。何况他跟你讲几次？一天7次得罪你，又7次回来跟你道歉，你还不原谅他吗？你还在跟我计较说你信心不够大，你是头壳坏掉吗？你只要有信心大小像那个芥菜种的种子这么大，你就做得到了。我有没有讲清楚啊？我说这段经文是很意外的逆转，就跟我们想法完全不一样的。这是很可怕的事情啊。芥菜种，芥菜，其实我们不会对芥菜不了解。芥菜就是我们的挂彩，你知道吧？可是我们的挂彩是等它长大以后吃它的挂彩，他们的芥菜种是拿来干嘛的？犹太人的芥菜是怎么吃的？他们是长成树，长大了以后才要拿它的种子吗？还是怎么样？反正我们在它还没长大的时候就把它割下来吃的，所以我们没有什么芥菜种的问题，你知道吗？挂彩是十字花科，你知道什么是十字花科？你知道有另外一种我们比较常吃的蔬菜是十字花科，高丽菜就是十字花科。高丽菜可不可以长到跟树那么一样高？高丽菜，你们都不晓得哈。高丽菜可以长到3、4公尺，那是什么意思？如果你的高丽菜一叶叶翻开了，长成熟了，都没有去摘它，然后它从中间就伸出抽一个茎出来，然后那个可以我看过3、4公尺那么高的，那十字花科的特色。可是它的种子也是很小，芥菜种，高丽菜。这里只是要告诉你，你的信心如果有像最小的种子的那么小，你一定做得到的。所以你不要再跟我借口说这是你的信心不够。耶稣给他一个讽刺的逆转，你不要在那边跟我讲你做不到，因为你信心不够。不是，你如果有那么一丁点信心，你是做得到的。最后耶稣就用这个麻风病人的故事做一个结尾。耶稣在往耶路撒冷去，经过耶路撒玛利亚和加利利的中间的地区，基本上耶稣很讨厌，犹太人不会这么走的。
犹太人的走法，从加利利北边想要走到南边的耶路撒冷，他们一定会绕去约旦河的东边，约旦河的东边，然后一直在约旦河东边，然后到约旦河的中间才会过约旦河，然后去耶利哥，然后再去耶路撒冷。这样的走法是会完全避开撒玛利亚那一块地区。你看，耶稣就是讨厌白目 trouble maker。他说他要去耶路撒冷，他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中间的地区，他挑衅嘛，他故意走的，你知道吗？然后他进入一个村，有10个麻风病人迎面而来，远远站着，高声说：“耶稣老师啊，可怜我们吧！耶稣拉比，可怜我们。”这是很特别的情况。麻风病人被规定是不可以出现在人多的地方、有人的地方。他们不应该这样喊说：“耶稣老师啊，可怜我们吧！”他们要喊的是什么？他们要喊的是闪啊闪啊！麻风病人来了，就好像我们在餐厅的时候遇到那个端着那个热锅子的 waiter 一样，他都会说什么？秀秀！走开走开！麻风病人就是要喊这种走开哦走开哦！麻风病人来了，离开哦！可是他们喊的是什么？耶稣啊，老师啊，可怜我们吧！这根本就违反规定哦。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检查。”弟兄姐妹，你一定要看经文，要读细节。他们正去的时候就洁净了，这是一个很奇特的写法。耶稣说什么？耶稣有没有医治他们？你看经文的描述，耶稣有没有医治他们？你们在怀疑什么？你看经文的描述，耶稣有没有医治他们？好了，我这样问好了，耶稣有没有任何医治的动作？你是不是跟我看同一本圣经啊？11节，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检查。”耶稣到底有没有医治他们啦？没有啦，耶稣没有任何医治的动作。然后经文说，他们正去的时候就洁净了。我跟你们讲正常的写法好不好？正常的写法会说，耶稣看着他们就可怜他们，然后呢就医治他们，然后呢他们的麻风病就怎么样？就消退了，就得医治了。然后呢他们就去给祭司长检查了，这样才正常吧？是不是啦？结果经文是说，他们正去的时候就洁净了，这代表什么意思？你知道吗？这代表他们去的时候洁净了没有？讲清楚，这代表是不是他们发现他们洁净了以后，才去给祭司检查？不是，他们是去给祭司检查的时候就洁净了。弟兄姐妹，我要告诉你，他们有没有信心？他们有没有信心啊？他们有极大的信心啊！他们在还没有得医治之前就已经走了，就已经去给祭司检查，这信心还不够吗？这信心有够大的好不好？这真的是，我跟你讲，至少比我还大。我要做些事，我要去做一件事情，我总要有准备吧，我总要有一点把握吧。我现在要去给祭司检查，我总要看一看我好几层了吧？没有他们是经文是说他们正去的时候就洁净了，所以是他们已经起心动念，至少是起心动念要去了，或是甚至已经去一半了，他们的麻风病就好了，这代表他们是很有信心的，同不同意啊？可是你知道耶稣真的太惊人，其中有一个见自己已经好了，就回来大声归荣耀给上帝。你知道，而且又俯伏在耶稣的脚前感谢他，然后强调这个人是什么？撒玛利亚人。你知道耶稣故意的，耶稣都是故意的哈。耶稣在讲那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也是故意的哈。那个祭司跟利未人都不救，只有撒玛利亚人救。耶稣是故意的，因为在那个时代，犹太人是看不起撒玛利亚人的，犹太人是非常看不起撒玛利亚人。
犹太人厌恶撒玛利亚人，甚至于比厌恶外邦人还要厌恶。你可能会觉得很奇怪，可是这是人性，就是说，撒玛利亚人是混种，是杂种，是北以色列被灭了以后，亚述帝国，这是一个很残暴的帝国，亚述帝国灭了北以色列。他把北以色列里面的不只是精英哦，把大部分的人都迁走，然后他把别的民族呢迁进来，他彻底的摧毁北以色列的文化、宗教跟血缘，所以后来住在撒玛利亚这一块，就是北以色列原本的疆土的这一块，或许仍然有犹太人的血统，或许仍然有犹太人的文化跟宗教，可是已经混掉了。已经混了，已经不纯了，整个北以色列9个支派半大概就这样，差不多就混掉了。南犹大虽然也被灭，可是巴比伦没那么狠，巴比伦只是把王族、王公贵族这些人迁走而已，而且到了波斯的时候，古列王是让这一些犹太人回去的，就回到南部的以色列，南部的耶路撒冷、南犹大这块地方，让他们回到自己的故乡。所以比较起来，南犹大2个支派半，就是犹大支派、便雅悯支派跟半个马拿西，犹大的2个支派半是比较纯的，不管在血缘、在文化、宗教上面都是比较有抓回来的。可是北边呢，北以色列的地区的撒玛利亚人，他就纯粹是混掉了混杂的。那他们是混杂的，可是却以自己为正统，因为他们有自己的撒玛利亚5经。犹太人有自己的妥拉，犹太人有妥拉，就是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申命记，这是犹太人最重要的律法，耶和华的律法，他们最看为重要。结果你这个杂种撒玛利亚还说你们自己有撒玛利亚5经，天哪！你知道，我虽然书读的不多，你知道那个孔子有讲过一句话，他说：“物子之乱诛。”我来跟你讲吧。可恶的恶不是恶是恶，它是动词。恶，我厌恶紫色去混乱，诛是红色。你知道那种古代中国人头壳就硬硬的，他认为音呢，正音有5个音，宫商角徵羽，都是555，金木水火土555。那颜色呢？也是正色，有红色什么什么什么5个颜色。那朱呢是正红色，所以红色代表帝王嘛。好，朱是红色。紫色是怎么来的？红色加蓝色的是混来的，它不是正色。可是紫色却比红色还要艳丽。所以孔子说：“哇，你的短床单，我讨厌，厌恶这个紫色，因为它乱了正宗的红色。知道吧？这个情况就是犹太人在恨撒玛利亚人情况。你外邦人已经够讨厌了，可是没有外邦人会拿他们外邦人5经来捣乱我们呐！你这个杂种撒玛利亚人，你完全就是杂种，你还敢说你有什么5经？而且你还说你们有在基利新山有你们的圣殿啊！这犹太人受不了，你知道吗？所以他们非常厌恶撒玛利亚人，看不起撒玛利亚人。可是你不要怀疑，撒玛利亚人也看不起犹太人。所以你知道，耶稣都故意的。耶稣每次都讲到好的都是撒玛利亚人，你知道。所以你知道，你是犹太人，你看到这个故事，你想把耶稣死，你真的想杀掉他，你知道吗？耶稣真的是活该。他说：“10个麻风病，只有1个人回来，归荣耀给上帝，伏在耶稣的脚前，感谢上帝。然后说这个人是撒玛利亚人。那耶稣回答说：洁净了
不是10个人吗？就是说得麻风病然后被洁净的人不是10个吗？那9个在哪里呢？除了这个外族人，看到没有？除了这个外族人，除了这个不是犹太人的这个撒玛利亚人之外，再没有别人回来荣耀上帝吗？于是他对那个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弟兄姐妹，这里就是一个 surprising reversal， 这是一个很残酷、意外的逆转。我刚刚有没有告诉你，这10个人都很有信心？这10个人都非常有信心，因为他们在好之前就已经出发要去给祭司检查了。这个人的信，这10个人都一样，这10个人的信心都异于常人。可是在这里，就只有这一个撒玛利亚人，耶稣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那其他9个嘞？那其他9个有没有他们的信救了他们？那其他9个只是他们的信让他们的麻风得医治而已。你要知道，弟兄姐妹，这里我说为什么是一个意外的逆转，重新思考什么是信，什么是信心，然后重新思考我刚刚说的这10个人都很有信心的信心是指什么意思？这10个人都非常相信他们的麻风病会得医治，同不同意？是吧？是吧？这10个人都非常相信他们的麻风病会得医治，所以才会在还没有好，全部好了，痊愈了，就已经要去给祭司检查了嘛？这是何等大的信心！他们非常相信耶稣能够医治他们，他们非常相信他们病可以得医治，是吧？可是只有一个回来，把荣耀归给上帝，表示只有一个人清楚知道，这个是从上帝来白白的恩典。只有这个人回来，荣耀归给上帝，而且俯伏在耶稣的脚前感谢他。只有这个人完全清楚，他本是不配被救的，他得到的医治是白白的恩典。其他9个人比较起来，仿佛就认为 I'm worthy， 我就是该被医治的，我被医治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我怎么样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啊，我怎么样也是犹太人，比起这个撒玛利亚人这个杂种，我怎么样也都应该比他更应该得到上帝的恩典，上帝的平安跟医治啊！我不需要再回来感谢什么人呢？我也不需要把这个荣耀归给上帝，我本来就配得。弟兄姐妹，为什么这里会跟前面一模一样？这里要跟前面一样的是告诉你，我就是这个仆人，无用的仆人，所做本来就是我应该的，我得到的是白白的、多余的、额外的恩典。就像这个撒玛利亚人，他知道他的被医治，就仿佛这个无用的仆人一样，是不配的，是额外给他的，是恩典。就是因为他知道这是恩典，他要回来感谢，然后归荣耀给上帝。这个是真正的信心。比起刚刚前面10个人还没有医好就去给祭司检查的信心，更深刻的地方在于，这个信心建立在对耶和华上帝的理解，跟对自己状况的认清。我常说，弟兄姐妹，信心，什么是正信？信心是建立在理性上面的。你对所信的对象了解清楚，然后你相信，这个才叫做正信。你如果根本不了解你相信的对象，你却敢信，这叫迷信。是正信还是迷信，和那个信的对象是不是真神没有关系，是和你信心的品质有关系。我的信心是建立在我对他的认识，对他的了解跟知识，然后我判断这是可以信任的，这种信叫做正信。然后我的相信是，因为曼华信了，蛮有用的。
那个玉涵信了也发大财，那我也来信哦。这叫假兄弟白，这叫迷信。所以基督徒，你千万不要再说那些拜那些民间宗教的都是迷信，不是。今天如果有一个人，我说过了，如果有一个人他研究三太子，他对三太子的出生到死的什么都清清楚楚，研究到很透彻，然后他最后做出一个结论：我相信三太子。我告诉你，这叫正信。即便假装假设，即便三太子是假神，这叫正信。那今天如果有个基督徒，他也都不看圣经，然后对基督教一点都不了解，然后不晓得耶和华是谁，耶稣是谁，他们是表兄弟吗？然后都不晓得，什么都不晓得，然后说我信那这个叫迷信。弟兄姐妹，基督徒迷信多不多？我告诉你，一拖拉苦你回到这个经文，你就看到耶稣的要求其实不是太严重的，可是在我们来看，居然都是吓死人的逆转。天哪，怎么会这样子？为什么我的弟兄姐妹跌倒是我的责任？我顾我自己都顾不了了，我还顾我的弟兄姐妹吗？耶稣，你们搞错啊！那是他自己的选择他活该好不好？我跟他讲过了，他又不听，为什么他跌倒是我的错？我有没有伸脚去绊倒他？他不自己来绊倒到我身上的天哪，我居然要因为这样子被脖子绑磨石丢到海里耶稣，你们搞错啊！什么？1天之内得罪我7次，我还要原谅他？耶稣，你们搞错啊！可是如果基督徒有意识到，原来我们所承受的一切都是白白得来的，上帝就是像耶稣在讲的这样子来照顾我们，他把我们当作他的责任，他把我们的跌倒当作他的责任，他把看顾我们当作是他的责任，他把原谅我们当作是他单方向可以做的决定。如果我们承受上帝这么对待我们，如果我们有意识到我们是这样被上帝对待的，那我们怎么可能不这样对待那些得罪我们的人？我们也应该尝试被上帝对待的方式去对待我们周遭的人。你可能会说，天哪，陈牧师，你这样是情绪勒索呢？是不是？我自己在准备的时候，我也觉得有点像。天哪，这变成我的理所当然该做的事吗？那这样很苦当基督徒真的很不幸福然后会有很大的压力，这样我会忧郁症，我做不到怎么办？弟兄姐妹，这就对啦，你做不到的嘛。你认知你做不到，这才是这个信仰的开始啊！你认知到这个是做不到的，所以你得要怎么样？弟兄姐妹，我们认识到这是做不到的，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依靠上帝啊，我们要对付自我啊，我们要让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掌权啊，因为我们不可能做到的。刚讲那些东西是吓死我们的，凭什么高文跌倒是我的责任啊？他自己猪头啊！上帝，你不晓得猪头很多吗？台湾有20万的台湾如果有50万的基督徒，还49万都是猪头那这些猪头跌倒干我什么事啊？我顾我自己都顾不来了，还要顾他们。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承认清楚，我们没有办法，那才是开始啊！承认我们根本做不到，那才是开始啊！那才是八福的第一句啊！八福第一句说什么？
心来送乡的人有福啊！我们是讲华语的啊，那个什么内心，怎么讲？我忘记了，快，华语怎么说的？什么？哦，虚心的人有福了。那虚心翻译的不好哈。虚心的人有福了，这个翻译不好，应该是说，台语翻得好，台语说心来送凶，就是他的心灵匮乏的人他心灵贫穷的人有福了，是说他认清楚，天哪，我就是个猪头，我是一个心灵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这是开始。那一些认为我本来就应该得救的，我本来就配得的，我本来就是应该毛病该治好的，谢什么谢啊的这些人，只好耶稣基督只好就叹息的看着他们，只能对另外那一个撒玛利亚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弟兄姐妹，我们得承认，耶稣的要求根本就做不到啊，他就是太困难了，他就是猪头啊。原来猪头之死是他，这东西根本做不到。可是不要怀疑，也不要踌躇。上帝不在意我们有没有做到，上帝在意我们有没有愿意。我们有没有愿意去做？我们有没有像这10个麻风病还没有好就已经起身要去给祭司看了？我们有没有像这次回来的这个撒玛利亚人，很清楚知道说，其实我知道我是不配的，我回来拜在耶稣的脚前，感谢他，把荣耀归给上帝。我的被拣选是我的荣幸，是我的恩典。我在上帝的大计划里面，在上帝的事工里面，我参了一份，这个是大恩典。你回去看整个经文都是在讲这个概念，这本来就是你应该做的。你为什么没有发现这本来是你应该做的？是因为我们没有发现我们是这样被上帝对待的。如果我们很清楚觉察到清楚到我们原来是这样被上帝对待的，我们就会这样去对待我们周遭的人，我们就会把我们的弟兄姐妹看为我们的责任，我们会呵护保护，然后我们会饶恕。我们现在一直都做不到，其实是我们常常忘记我们是蒙恩的人，我们常常忘记我们是这样被surprisingly reversal 对待的人，我们都忘了。那如果记得，我们就会愿意这样去做，然后我们会发现，天哪，天哪，天哪，我根本做不到。然后我会发现，我们既然做不到，我就要更多的仰望依靠耶和华，仰望依赖耶稣。那你的生命就会在这种做不到的沮丧跟仰赖上帝耶稣的平安在那边交错。我这么沮丧，然后我可以这么平安。我不要平安过头，到不沮丧。我得到平安，可是我还是会又回到我做不到的沮丧。我们的生命就会在这样子的循环里面成长，或者失败，然后成长。起来，走吧！你们的信救了你们。我们同心来祷告。阿爸父神，我们要承认我们做不到。若是照着我的本性，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得要有像那个整个银河 Galaxy 整个银河那么大的信心，我们才有可能做到耶稣在17章讲的这些事情。居然我的弟兄姐妹的跌倒是我的责任，我们得要有那么大的心才做得到。可是阿爸父神，我们知道不是，我们的思维错了，我们的概念错了。阿爸父神，你要原谅我们，你要常常提醒我们，我们是这样被你对待的，
我们是这样子被你饶恕的，我们是这样子承受你恩典的。如果我们是这样承受你恩典的人，阿爸，求你让我们看清楚自己，跟看清楚周遭的人。我们也要学习像你对待我们这样子的去对待我们周遭的人。很困难，可是有你同在，我们是存着盼望，我们是可以去做的。在每一次的失败，阿爸，求你就仍然扶持我们站起来。在每一次我们自己的沮丧跟绝望，阿爸父神，你仍然帮助我们重建起来，因为我们就是你的拣选。不论如何，我们得要走这条路。谢谢你的恩待，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谢谢牧师的正道。牧师今天谈到信心的部分，我觉得很受益，也很感动哦。就牧师有提到一个我觉得很关键的部分，是信心是建立在一种理性的观察跟思考上。那当然，牧师今天的正道在谈到主题是在谈那个绊倒人的那一位啦，哈，就是说我们可能要尽量非常小心的去留意自己是否绊倒他人这件事。那牧师在讲的时候，我倒是也想到说，那我们能否让自己不要那么容易被绊倒？那个不要被容易绊倒，我自己想的事情是有一种可能，也许可以依凭着这种理性的信心啊，对，去让自己就是说，更直接的去更直接的去亲近神吧，就是说。因为有时候我觉得随着信仰的历程，我觉得我们的信仰其实它真的是一个非常，除了理性之外，它其实是一种非常经历式的信仰。就是说我们在每一次的生命经验当中，一次一次的再一次经历神哦。那刚才牧师有提到那个希伯来书第11章第1节，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我一直觉得这是圣经当中真的如诗一般的经文，有时候不太容易做到，但我们也很渴望，就是我们能够透过理性的信心，每一次的兼顾我们自己和神之间的关系。那我们今天回应诗，要唱的是亲眼见你。那亲眼见你里面也有一组歌词是我觉得圣经里面非常美的词，就是亲眼见你。不只是风闻有你，好，那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亲眼见你》。那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就一起起立，一起唱，好不好？这首诗歌，年代比较悠久，我想大家应该都还是熟悉的。我眼得以看见你的荣光，与我主面对面，开我耳得以听见你的声音，使我灵被更新。我张口向你祷告呼求，亲身经历你的真实，你同在的心想提升我，用你大能来触摸我。你是有真有活的救主，昔在今在以后永在，心为降服于你的全能，你拥有我们生命的答案，亲眼见你，不只是风闻有你，求照明我
心中眼睛，知道征兆有何等指望。亲眼见你，不知是风闻有你，深知你同在永不离开我，带着信心向前走。开我眼，得以看见你的荣光，与我主面对面。开我耳，得以听见你的声音，使我灵被更新。我张口向你祷告呼求，亲身经历你的真实，你同在的心上提升我，用你大能来触摸我。你是有真有活的救主，昔在今在以后永在，今为降服于你的全能，你拥有我们生命的答案。亲眼见你，不知是风闻有你，求张开我心中眼睛，知道征兆有何等指望。亲眼见你，不知是风闻有你，深知你同在永不离开我，带着信心向前走。亲眼见你，不知是风闻有你，张开我心中眼睛，知道征兆有何等指望。亲眼见你，不知是风闻有你，深知你同在永不离开我，带着信心向前走。深知你同在永不离开我，带着信心向前走。好，各位弟兄姐妹请坐。好，接下来是我们的奉献时间。奉献是基督徒对神的慈爱赏赐所做出的爱的回应，因为万物都从神而来，我们把从神而得的还献给神。哥林多后书9章7节，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我们请各位弟兄姐妹一起起立哦，我们来唱奉献的诗，一切全献上。我
将所有献于耶稣，甘心乐意全奉献。我要时常爱主靠主，天天活在主面前，一切全献上，一切全献上，献于爱我真为救主，一切全献上。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奉献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感谢你能够让我们在这里团聚，一同敬拜赞美你。天父啊，求你悦纳孩子们甘心乐意的奉献，也求你保守我们心中常怀感恩，做你所喜悦的事。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各位会众请坐。好，那接下来是我们的报告时间。我们今天有新朋友吗？没有哈，好，今天都是老朋友，大家平安。好，那接下来报告事项。好，我来报告一下，就是很高兴从今天开始，我们实体礼拜，不管是早上的台语还是下午的华语，都已经正式开始。然后很不幸就遇到台风，砰。没关系，所以下礼拜一样哦，还是早上9点一场，11点一场，然后下午1点半哦，3场礼拜。我们弟兄姐妹想要报名去哪一场都可以，只是早上2场是台语，下午这一场是华语哦。然后这3场都是开放70人哦，照那个防疫中心的规定，然后采实名制，要量体温、戴口罩。然后禁止在礼拜堂饮食哈，然后尽量保持1.5公尺的社交距离。然后报名的方式就是除了打电话，除了用我们的网络，什么？哦，在你的电脑下面有 QR code 哦，直接可以从那边报名，或是等一下。你们走出去，那个报告栏上面会有一张报名表，你就可以先填了，好，就可以直接先填，好。所以透过电话、网络或是 QR code 或是有出席的人，直接都可以先填来报名，哈。还有一点就是，请大家有空拍10秒钟的影片，你自己跟家人或是朋友拍10秒钟，还是汽友、团契汽友一样。拍10秒钟，然后交给教会，教会要做一个 MV 哈。我们有一首古亭教会之歌哈，杨教授他谱的曲跟词，然后我们已经录好了，我们把它制作成 AV 啊不 MV 是不是 AV 是 MV 不是你说了什么？昏倒 MV 哈，好，昏倒。好，然后就不要都每次都等不到你们的影片了，叫你们照片都不要啊，就10秒，好，10秒左右啊。好，那报告以上。你像我们古代我们是讲 MTV 就不会讲错了。可是你刚才讲 AV 吧？怎么会跑去这个？好，那你报告。要唱报告结束了。我们一起，会众一起起立，我们唱3-1颂。普天之下。万国万民齐声赞美，父子圣灵三位一起同荣同真，万有之源，万福之本。我们同心来领受来自天上的福气。当知道你们真是满满承受
上帝恩典的一群人，满有他的能力，满有他的慈悲。当以这样子的恩典、慈悲能力对待你们周遭的人，上帝把你们周遭的弟兄姐妹视为你们的责任。即便有做不到，即便有沮丧，当知道你所信靠的耶稣基督已经胜过这个世界。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保守相通，充满安慰，与你们众人同在，尤其是与身体健康、有爱、心里平安不足的人同在，从今时直到主再来。阿们。阿们，阿们，阿们。请坐。好，那我们最后一起来唱《亲爱的诗》，赐福于你。愿主的恩惠慈爱与你同在，愿主的灵时时围绕，恩典降下，赐福于你，平安喜乐，天天充满你。愿主的恩惠慈爱与你同在，愿主的灵时时围绕，恩典降下，赐福于你，平安喜乐，天天充满你。赐福于你。我们可以起立，我们可以跟弟兄姐妹问安，不用握手没关系。赐福于你，赐福于你，平安喜乐，天天充满你。赐福于你，赐福于你，平安喜乐，天天充满你。好，那我们今天的聚会到这边结束了。那祝各位弟兄姐妹主日平安。